我捡回着啦，错死啦！无啦，我今仔先去，我真正去落。我发觉。你摸哪走啊？你问伊啊？两公里嘛。通宵派出所。对。快哦，这大兄讲是大路上摆红灯，我要报警啊！报一个啊！这是要追踪也袂使，也毋是讲当作久的啊。不用，你叫他接电话，不用转接。他打转接电话只要0371啊。037。好，谢谢，感恩。无卡咯，放大咯，我放啊，唔做人过咯。我二楼啊，我叫去，现在当营销吗？我买。第5排西门江回来。你靠！我们在西门红绿灯这边。对，你会交，我带你。093882。哇，我捡回着啦，错死啦！无啦，我今仔先去，我真正去落。